查一查有 face。壓力就一定會有嘅，咁樣好榮幸我就有呢兩位嘅兄弟咁樣可以即係幫我舒緩到幫我舒緩到呢啲咁嘅壓力啊，即係可能呢排有嗰啲評論咁樣，大家其實睇下都會一齊笑咯，咁樣因為可能我哋年紀比較近同埋成熟少少咯，咁樣我哋就會識面對呢啲咁嘅問題。覺得好笑啊！你哋幾得意嘅，咁樣每個人嘅睇法唔同嘅，咁樣都可以接納佢哋嘅意見，咁樣可以改進我哋而家我哋有嘅嘢咯，都會接受到啲嘢咯。但唔會好嬲咩？即係有啲意見，即係講到即係個裝好算啊，跳舞唔係咁叻啊咁啊嘛。咁因為我哋會認為人有進步空間，係咁我哋咪聽取咗一啲意見之後，再去進步咯。豁出去，這漫無邊際，我要探索一個星系，定個定律去將聲勢太封閉，為何人人順從編制？我要打破規